澳門嘅酒店代表住豪華同舒適，一間令人印象深刻嘅客房，每個細節都要做到完美，浴室更加係重中之重。天利玉屏公司專注酒店玉屏方案多年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幾個揀玉屏嘅核心重點。首先一定要睇防水密封度，酒店人流量大，玉屏每日不斷重複開合，密封膠條質素唔夠高就好易漏水，搞到浴室濕滑又難清潔。天利採用高彈性耐老化密封膠，再配合精準度水槽設計，水氣一滴都唔會滲出，住客用得安心，清潔團隊亦都省心。其次係安全性，酒店玉屏使用頻率高，玻璃質量至關重要。我哋採用嘅係優質鋼化玻璃，就算意外破裂，都會變成細小嘅鈍角火粒，將傷害減到最低。再加埋防爆膠片，雙重保障，無論酒店定客人都可以放心。仲有設計同空間匹配度。澳門酒店房型多樣，細面積浴室要慳空間，大套房就要顯高級。天利可以根據房型量身訂製摺疊、推拉、平開等款式，玻璃亦都可揀透明、磨砂或者印圖案，配合酒店整體裝修風格，無論係現代簡約、歐式奢華定東方典雅，都可以完美融合，提升空間質感。最後，專業安裝與售後同樣好關鍵。我哋有經驗豐富嘅安裝團隊，確保每個項目都做得精準穩妥。同時仲提供完善嘅售後服務，令你嘅投資更有保障。為酒店挑選玉屏，唔單止係買一件產品，更加係為品牌形象同客人體驗作出投資。天利玉屏憑住專業、安全同美學，為你酒店浴室畫龍點睛。